日帶大家睇呢間位於大埔區嘅村屋，返到屋企最緊要係放鬆，客廳夠闊落，3人梳化、茶几同電視距離啱啱好，一家人坐埋一齊睇戲、傾偈，日日都係享受時光。客房用淺色拋光磚，兩面開窗，光線充足，前面開揚，直望太和站。朝早醒來，成個人都精神晒。飯廳就喺廚房隔離，出入上菜夠晒方便，仲有餐邊櫃，收納擺設都得。廚房設備齊全，廚櫃、洗手盆、煮食爐、油煙機，入廚都變得好輕鬆。浴室做到乾濕分離，企缸、洗手盆、馬桶分區清晰，沖涼、梳洗唔會濕漉漉，朝早趕出門都輕鬆自在。另外2間客房都好實用喎，每間都配備雙人榻榻米連衣櫃，瞓得舒適，收納又夠，親朋到訪都住得安心。如果對村屋建築或土地有疑問，歡迎隨時打電話或 WhatsApp 我哋查詢，專業團隊為你詳細解答。